讲一嘴思念的茶，绘一片故乡的画，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母健康，别人的音乐响起，送来草草的熟悉味。虾仔、蛤蟆、鱼仔拢炒花大芳，大家喙烂顶落来，白酒、红酒哭来哭去。身躯着火，切切润吧，洗来洗去；心内着火，心情爱意赶袂出嘴。哪会遐尔啊郁卒？敢毋是要母健康？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53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带来母健康。接落去，咱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我是因为看到“母健康”这3字，我才想要写这首诗。先怎会去看到这3字？我是有即个去做面啦，迄个美容按摩迄种，我去做面做身躯，看伊的壁搭一块写母健康，伊就是咧甲你做身躯，互你身体健康，伊就用这3字母健康。我讲这3字水，我喜意，我要甲扣起来用，所以我就甲这3字摕来做主题。当然内底遮的内容有诶嘛是真正诶啦当然有诶是家己创作诶，写诗就是安尼嘛。哪真哪假安尼才会迷人，人拢写真诶安尼就无够迷人啊所以爱哪真哪假。迷人诶音乐响起，送来草草诶熟悉味。这个草草讲的是鱼也是肉的这个青开啦，毋是讲真正做草草啦，也是讲草草甲要歹去啦。这一寡海产拢嘛有伊迄个青开，只要伊有青就好虾仔啦、蛤蟆啦、鱼仔啦，用烘的烘甲臭花大芳遐物件拢用烘的食烘的物件有诶就安怎敢若片迄个芳开的，感觉足好食诶啊！所以片迄个芳开的安怎喙烂强要流落来，强要顶落来，强要滴落来。这场合而且讲一寡老朋友做伙去佚佗当然这内底的老朋友应该讲有男女，包含男女朋友在内大家做伙去佚佗。即马一寡少年拢爱烘肉嘛，烘肉伊就款蛤蟆、虾啊，也是鱼啊，即拢足烘的烘哩拢足烘的，就酒摕来大家就伫遐安尼啉酒，白酒、红酒哭来哭去，身躯谁哪会得火？这是大家拢足热情的啦，毋是真正得火啦。这个得火就是要代表，比如讲，这个心中的热情啦，心中的热情，那像一把火安尼，得火就伫遐因跳舞啊，不管切润吧，伫遐洗来洗去身躯得火了，心内嘛会得火所以过来的咱的心情
甲即个甲对方的爱意，真正想要甲表达出来，想要讲出来，毋过呢，赶袂出嘴，伫心肝内都足热的热喷喷，赶袂出嘴，就是讲，伊说讲袂出来啦，讲袂出来，当然就会安怎会郁卒啦，就做郁卒啦。敢毋是要补健康？来遮就是要快乐啊，要欢喜啊，要对对方表达伊的爱意。可是呢，迄话到喙煞搁甲吞落去，讲袂出来。所以就感觉跳舞身体健康，毋过煞变做郁卒。马人的音乐响起，送来草草的熟悉味。虾啊、蛤蟆、鱼啊，拢草花大芳。说入去，咱继续邀请韩文老师为咱来讲解这首诗内底一寡重要的台语文用字。这个草车，这两字要怎写？这草车的车吼，马字边，搁一个海藻的藻吼，甲水摕掉，变做马字边，安尼就是草车。草车的熟悉味，其实这个草车毋是真正讲物件做草车啦，这个草车是鱼还是肉，伊个迄个青开，叫做草车啊！大家喙烂顶落来，这喙烂要哪写？这个喙是缘分的缘，甲这个丝字边甲摕掉，放口字边，这就是喙啊！这个喙，人讲鸟仔的喙就是用这字啦。即摆咱台语的喙嘛是用这字，喙咱有讲鸟喙。这个就是喙，喙烂的烂呢？这个烂要哪写？这个烂，咱甲兰花的兰，这个草字边摕掉，倒手边放3点水，安尼就是烂。喙烂顶落来，这个顶，咱若听到这个顶，咱就感觉讲，这个顶敢若听着足好啉的、足好食迄款。其实这个丁，你看伊3点水，伊这个丁就是讲流落来、滴落来，叫做丁。什么物件会互咱喙软丁落来？当然是迄个足好食的物件，是足芳的物件，咱闻着，咱喙软就会丁落来。这个丁要哪写呢？咱较早就拢有听过迄个啥？丁丁有味啦，这个成语大家拢捌嘛丁丁有味，这个丁就是讲法律的律，甲这个双人旁摕掉，换水平，安尼就是丁物件做好食，咱的喙烂就会丁落来。马人的音乐响起，送来草草的熟悉味。虾啊、蛤蟆、鱼啊，拢草花大芳，大家喙烂顶落来，白酒、红酒，哭来哭去，身躯倒火，赤赤润白，洗来洗去，心内倒火，心情爱意，赶袂出嘴，哪会遐尔郁卒？敢毋是要不健康？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吴家芬老师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这个继续空中再会。